永遠抹不去恐懼，是否他心中所思，迷惘得不知所指，茫然流下滿眼淚。金仔知道阿哥被殺，攤喺梳化喊到沙啞。北韓媒體係咁報道噶，話當金仔知道同父異母阿哥金正男喺吉隆坡機場被殺嘅消息之後，忽然攤喺梳化，雙眼無神，塊面黃晒，嘴角仲抽搐添啊！過咗幾個鐘頭之後，先至有翻反應，好悲傷，成晚係咁喊到把聲都沙晒啊！應該都差唔多係咁噶啦，搞到佢第二日朝早無法主持會議。哇！嗱，其實3年幾前，當佢下令處決姑丈張成澤之後，有日本媒體引述北韓消息話佢都有爆喊噶，仲喊咗好幾日，直到舉辦死鬼老豆金正日逝世2週年追悼會前嘅一刻，都仲要爆喊啊！而馬來西亞有媒體星期六就刊登聲稱係金正男死前一刻嘅相，見到佢攤喺張凳，冇外傷，雙眼緊閉，懷疑已經冇意識噶啦。但係呢張相嘅真偽呢，仲未獲證實噶。嗱，講翻調查進展啦，馬來西亞警方星期5晚再拘捕一個持北韓護照嘅男疑犯，懷疑佢係特工啊。消息話佢曾經多次進出大馬同埋印尼。警方仍然追捕緊3個涉案在逃男人，指佢哋當日喺機場同2個涉嫌向金正男施襲應落網嘅印尼同越南女人排練行食過程。To our side, without any further delay, but they reject it. They are deceiving us. They are concealing something. 姜哲仲指控大馬同外部勢力串通，意圖破壞北韓嘅形象喎。但係大馬一於少理，由於金正男遺體嘅首次剖驗無法取得結論，星期6朝早再由另一組法醫再作解剖，希望可以驗明死因啊！